花莲港哦，今年本地有13只国际邮轮会来停靠，也毋过伫4月初3大地震了后，所有邮轮拢取消停花莲港的行程。花莲港务公司是表示讲，明年会来推出邮轮停靠的优惠，望讲啥国际邮轮转来花莲。控诉控山地震造成花莲真侪影响，也好定去花莲停靠的国际邮轮取消进港。根据港公司资料，今年只有1到3月4只邮轮顺利停靠，地震了后到今已经有9个航次取消停靠，对花莲观光造成冲击。其实每一艘邮轮它带来的游客，其实都是至少是上千人以上，所以其实对整体的花莲观光的确有很大的影响。那这也是我们期望说邮轮能够尽快的来恢复。为了提升观光，港务公司推出国际邮轮优惠方案。国际邮轮每年伫花莲港停靠，会免收停靠费、旅客服务费、加港区清洁维护费，有计优惠金额超过1500万。根据有报，每年会有23个航次停靠花莲港，会当带来6万人次。那因为今年的案例哈，就是说邮轮因为地震的关系减少了太多，所以花莲港这边是希望透过优惠的方案，至少先把这个23航次留在花莲。那因为邮轮对地方观光经济的影响非常的大。旅行社业者是烦恼，泰鲁阁国家公园无开放，一定影响国际邮轮来意愿。对此，官府表示，花莲也有唱国、海岸线等一日游景点。花莲地震了后，真侪所在游玩真水，期待搁一次，让大家爱上花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